继续来看客家流行音乐节的颁奖音乐会，有好听轻快的客家歌曲，更加有重量级的艺人乐团的演出，和现场的乡亲度过一个充满着客家音乐的暗暝。 在柔美歌声中，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第10日进行颁奖。今年比赛吸引海内外差不多1300人参加比赛，不分族群、性别甲年纪。有来自香港的得奖者，看法语言甲文化和客语更加多元化。通市长郑文灿表示讲，会持续举办来培养更加侪客家的歌手，能够让客家音乐除了传统的山歌之外， 能够结合生活，创造流行。我想客家可以成为桃园的一个魅力特色。好，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就如同戏剧、公益、美食一样，会成为我们桃园的大活动。颁奖会现场，佫特别请来几位重量级的艺人加乐团轮流表演，和现场的民众深刻感受到客家歌曲的魅力。